平安。咱开始咱的敬拜，咱来吟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伊写记将永远我命来受死。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爸，伊是在听我，伊用慈悲款待我。我相信，相信是我的安慰者，伊是靠温柔的同在来看见。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直伊相随，我要一生跟随伊。我相信，我相信，心可以的有福气，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偏离。我相信，我相信。上帝永远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我靠主是咱的福气。我相信，相信是我的安慰者，伊是靠温柔的同在来感谢。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直伊相随，我要一生跟随伊。我相信，我相信，心可以的有福气，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偏离。我相信，我相信。上帝永远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伊就是阿爸爸。看我做宝贝，我相信，我相信，上疼我的就是阿爸爸，伊疼我做宝贝。咱是一群上有福气的，伫这个新春的头一天，咱会当伫圣殿来敬拜，这是何等的福气！信靠主是咱一生唯一的依靠甲相信。新年恭喜，请咱大家边爱若这讲新春恭喜耶稣听你，新春恭喜耶稣听你，新春恭喜耶稣听你，耶稣听你，啊！接下来咱要来吟一首国字祈祷的诗歌《一生爱你》。
亲爱的宝贝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主要所有英文咱，你要用英文讲来听咱。亲爱的宝贝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
上帝啊，伫锡安有人学老伫听候你，也要对你写所希愿，听人祈祷的主啊，你所竞选，互伊亲近你的，踮伫你的院内的即号人有福气，愿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世间情人拢着点情，天生兄弟伊面前。无伫我如世间俗事，但阮献伊受死。上帝讲伊面的上帝。万了敬拜心平平。请咱三个来吟圣诗，学了上帝。圣诗65首，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辰，为着阮出世以来所受一切阻碍，天父上帝，阮追声学了称呼你尊名，请咱起立吟全首。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气息，为着我出世以来所受一切阻碍，你要上帝我最下，我老称呼你尊名，为着当时的经历，无论美至虽无比，算是袂嘛好光景，只会痴心就更面。你要上帝我最下，我老称呼你尊名，为着你梦的福气，为着心身的欢喜，使阮互愿通欣赏，有声有影的温柔。你要上帝我最下，我老称呼你尊名，为着温暖的家庭，也伫姊妹父母情，天顶地像好朋友，愿心看顾够温柔。你要上帝我最下，我老称呼你尊名，为着主一段恩惠，白白受使愿人类，相信稳定甲认真，像生活甲永生。你要上帝我最下，我老称呼你尊名。阿门。这时，请咱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
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个我，永远的活命。阿门。兄弟，请坐。请咱三甲来启用。启文圣诗后壁面诗篇第1篇。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路，无坐侮慢人的位。即号人有福气。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明日善事的，也是伊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是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真幸福。歹人毋是安尼，是亲像粗糠雨风吹散。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罪人伫义人的会中也是安尼。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若歹人的路会面无。请咱三甲来吟圣诗382首，大家来吟，打咱大家来吟诗。感谢上帝过新年，世间日子真快过，紧行天路着及时，紧行天路着及时。请咱坐咧吟全首。
这时请咱三甲亚头来祈祷。稳定的主，听阮的天父上帝，愿一切尊崇、荣耀、恶乐拢归伫你。阿爸爸上帝，感谢你的大疼痛，你自集你所疼的囝儿甲查某囝，伫新春过年的日子，大家对南到北，对各所在倒转来天父上帝属灵的大家庭，愿同心献上敬拜、感恩甲恶乐。听人祈祷的主啊！你所竞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院内的一号人有福气。感谢主，阮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天父上帝，伫新年的起头，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寻求你的怜悯甲祝福。阮知，阮家己是极其软正的人，阮需要主你引带带领阮。面对头前的日子，因为阮知主耶稣，你是道路、是真理、甲活命，你是真的葡萄树，阮的生命需要结连伫主你的内面。因为阮若是离开你，阮就袂当做啥物。亲爱的圣神，求你保守阮的心，互阮的心神常常踮伫主你的内面，结出生命的果子，荣耀主的名。是阮的主，这是你所定的日，伫即日的中间，阮要欢喜快乐。主啊，求你，互阮踮伫你的内面，恭敬来听主你的声，求主你的光来光照阮，互阮会当得到对顶面来属天的福气。主，我要感谢你，因为你是好，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上帝有光，就是拄起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光，就是拄起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光，就是拄起世间的罪，使我平安。学乐请圣歌队。深爱，深爱你，你的怜悯永不改变。每一天，你的恩手扶持我，清晨当我睁开双眼，直到我躺卧，我要歌唱，神的良善了美。你深情是对我无语，你深美好待我到永远，你将所有生命气息。我要唱，圣洁良善有美，你的神
也即请咱三甲来恭守上帝的话。首先，咱来看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41章第10节。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你无得惊吓，因为我甲你三甲伫地；无得忍耐，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的确坚固你，我的确帮助你，我的确用我的公义的正手扶持你。阿免。接下来咱来看第二位的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节到第7节。约翰福音15章第1节：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是做园的人。既若连伫我的枝无结果子的，伊就散起来；既若结果子的，伊就收互伊清气，互伊结果子搁较侪。答恁因为我所甲恁讲的道理已经清气啦，恁着踮伫我，我也要踮伫恁。设使枝无连伫葡萄树，就袂为家己结果子。恁若无踮伫我，也是安尼。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踮伫我，我也要踮伫伊，就结果子侪侪。因为甲我相离，恁就袂为做啥物。人若无踮伫我，就受气杀伫外面，亲像枝煞孤单。人捡因迄落火就烧去。恁若踮伫我，我的话踮伫恁。凡恁所爱的，恁着求，我就要甲恁成。阿免。正道伫耶稣内，请陈牧师。亲爱的姊妹，新年恭喜！真奇妙，咱今仔日做伙做礼拜有真侪真特别的，咱的家庭的新的成员，但是伫礼拜中，咱才来介绍。新春对地堂教会来讲是一个真特别的传统，甲所有台湾人的家庭同款。新春是咱团圆的时间，真欢喜看到外侨对台北倒来文产乡的家庭。嘛真欢喜，咱中间有真侪咱的家庭中间新的成员，有人对新加坡来，有人对美国来，有人对澳洲来。上帝予咱的教会伫旧年嘛有将近10个家庭因对外地伫即个教会来出入。求天父上帝予咱的教会伫今年新春的礼拜中间，咱做2项代志。第一项做伙吟诗甲敬拜；第二，咱要伫今仔日的新春。做伙祈祷，地堂教会是伫祈祷中间重新复兴甲起造的教会。咱真侪兄弟姊妹嘛是伫祈祷中间，咱的生命重新成长。伫新的一年，用今仔日所唱的每一条诗歌，所强读的每一句圣经的话，以及咱所启用，树仔若种伫溪水边，伊就要照实结果子。愿天父上帝赏赐咱伫新春的时。生生不息的生命，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真做一个生生不息、永远活泼、心里充满喜乐的基督徒，是因为咱甲主耶稣有亲密的关系。今仔日的约翰福音15章，伊咧讲起上要紧的是，一个基督徒甲耶稣的关系若无够亲密，咱就有可能咱会拄着枯干、枯萎、本拗，咱的生命就无法度。真有上帝所赏赐咱的活开力，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主耶稣的邀请。今仔日咱所读的新约约翰福音15章，伊是一段足特别的经文。咱若要爱读的兄弟姊妹，今仔日读了后，请恁会当拍开恁家己的圣经，读约翰福音。恁对13章读到17章，我阁讲一摆，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这段经文，伊最特别的所在是什么？是耶稣要离开世间之前的最后的一个暗暝。传统上讲，这是耶稣最后
一节课。耶稣要离开世间的时阵，伊将伊所想要讲的话，拢讲互人听。伫迄中间，特别约翰深深会记得耶稣所讲的话，写伫伊约翰福音13章甲17章。所以，兄弟姊妹，咱做耶稣的学生，咱若无凭着耶稣所讲的话，咱要怎样才做有气力的基督徒？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牧师用耶稣所讲即个譬如，伊讲我是葡萄树，恁是葡萄枝。树枝若斩断离开树头，迄个树枝慢慢就孤单，就死去。基督徒若无常常甲耶稣有亲密的关系，咱的生命真困难，生生不息。一礼拜一摆的礼拜日无够额，咱时时刻刻，咱需要甲主做伙。愿主将伊的恩典放伫咱的中间。今仔日耶稣所讲的话讲，恁着常常踮伫我的内面。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将主耶稣放伫咱的心内。伫新的一年，咱甲主祷讲，主我要将你放伫我的心内，藏在主的里面，常常踮伫主的内底，嘛互主踮伫咱的心内。所以，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通过今仔日咱的礼拜，对年头到年底，将伊的恩典丰盛的画面。丰盛的画面，这个字英语叫做 frozen， 这个字咧讲的就是将生生不息。也是耶稣所讲，恁若啉我所想述的水，恁就永远袂喙焦。因为我所予恁的水，画面的水泉，要伫恁的生命中间，如活水江河，伫恁的生命中间不断的涌流出来。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祷讲，主伫年初，阮的教会为甚物遮尔重视这个新春的礼拜？阮谁人无爱困较晚，昨暗放炮啊，昨暗食这个二口面的青草，上暗困，透早要起来，足辛苦。但是若想着要甲阮兄弟姊妹做伙伫教会做礼拜，所有回家的孩子，愿上帝祝福你。咱的教会是上帝所赏赐咱的，主啊，求你赏赐祝福我。咱的教会今仔日的礼拜最重要重点，毋是干那听讲道，最重要重点就是通过今仔日的礼拜，咱要有一个祷告的仪式。伫个仪式的中间，咱有几种的动作，等一个牧师甲恁分享。恁若感觉讲这个仪式对恁有帮助，你事后会当甲牧师讲，牧师将这个投影片对来寄互你。恁会当常常逐日伫恁的祈祷的中间，用这6个动作来做祈祷。今仔日的礼拜，毋是干那用听，咱是用领受。当咱出最双手甲主祷的时，主伫新的一年量身定做，因为圣经讲，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见，耳朵未曾听，连想象都想象不到。愿主所有备的新年的新春的礼物，比红包更加重要。伊大大施恩祝福，伫所听的兄弟姊妹，伫恁的心内。今日耶稣所讲的这句话真重要。伊讲：恁着常常踮伫我的内面。当下我无搁再是我，乃是耶稣踮伫我内面的我。愿这个主耶稣进入恁的人生，愿主耶稣进入恁的家庭，愿主耶稣也踮伫咱的教会，到代代无尽。愿咱伫今仔日，咱听一句话。恁就常常踮伫我的内面。英语讲 in Christ， 这个字除了约翰伊写伫约翰福音第13章到17章以外，伫新约的圣经有一个真特别的人是保罗。所有新约的记载讲，伫耶稣内面，伫基督内面，伫基督内面，这4字多数拢写伫保罗的批内底。所以，介简单来讲，这是一个真要紧的稳定的神学，也是一种稳定的思想。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我就无搁再枵喙焦；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我就无搁再生活伫黑暗中；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我就有一条新的道路；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我就有自由。因为圣神若来，迄个所在就得自由。所以，伫耶稣基督是基督徒最大的奥妙。有真侪人讲基督教较简单，也无西讲做道遮的法事，无真侪遐的仪式。基督徒因做伙真简单，就是头壳压落来，目睭闭起，伫心内祈祷，安尼就准算啊嘛。
兄弟姊妹，是在基督的内面，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我咱伫今仔日的新春，咱所领受的是耶稣基督家己，咱领受耶稣伫咱的生命的中间，因为这是耶稣最后一堂课所讲的上课的内容。亲爱的兄弟姊妹，恁若要听这一堂课，恁会当听咱的查经班所留落来迄个 YouTube 的录音。耶稣最后一节课就是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愿咱伫迄个中间，因为既然那是耶稣最后一摆的讲道，既然是耶稣最后一节课，这就是一个其言也善，对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兄弟姊妹，既然是耶稣留最后一句话，伊讲：我若离开，我就要求天父上帝赏赐恁圣神。这个圣神要点伫恁的心内，这个圣神伫人的内底甲咱讲话。伊讲，伊要将我过去3年中间所讲的话，每一句话拢讲互恁听，搁一摆讲互恁听。圣神不断的播放耶稣伊所讲过的祝福，耶稣所讲过的道理。所听的姊妹，今仔这句话非常重要。耶稣讲：我就是葡萄树，恁是枝，若踮伫我的内面，我就常常踮伫恁的内底。兄弟姊妹，通安尼祈祷，主耶稣求你踮伫我的心内，主耶稣求你踮伫我的家庭，主耶稣，你若踮伫我的内面，我才有困难。所以伫今仔日，我要甲咱对这句话来想2项代志。第一项，我要怎样得到一个活泼的生命？我要怎样得到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今仔圣经是耶稣家己讲，你爱拍开恁的心门，互我进入恁的人生的中间。所以，兄弟姊妹，我知影今仔日会来参加德登教会的新春礼拜，每一个亲人，每一个所听兄弟姊妹，耶稣最重要，要将伊的听放伫咱的心内，互咱无孤单，互咱有困难。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每一个所少年的兄弟姊妹，恁的家庭拢受祝福。今仔日文灿兄都来做礼拜，伊问我讲：牧师，你伫教会偌久啊？我讲35年，35年足足可以让一个年轻人觉得慢慢体力不够。但是最重要，信仰不是干那咧讲体力，信仰咧讲的是信心、仰望、甲真爱。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咱的礼拜中间，咱甲主讲，主让我的生命成为丰盛的生命。耶稣是葡萄树，咱是葡萄枝。每一丛的水果，伊所结的果子，就代表伊的生命的特质。酸仔丛就结酸仔树、酸仔果子，莲雾丛就结，逐种都无共款。耶稣伊用葡萄来譬如一个丰盛的生命。愿咱伫伊的面前，咱甲主讲，主你是我生命的源头。拄则咱所读的约翰福音15章第5节，伊咧讲：我是葡萄树，恁是葡萄枝。这个比喻，这个譬如，最重要咧讲起，这丛树甲这个树枝，伊最重要就是种生命的关系。人甲上帝的关系若无好，咱真困难幸福。这10年中间，我得到真好的灵修导师的帮助，我咧重新回顾我家己的信仰，我的时代人，我的爸爸妈妈互我，一直到今仔日，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我咧回顾我家己的信仰，我才知，原来咱的信仰所追求福音，外人叫做幸福，敢是？咱追求这个福音，最重要就是仰望，我会当得到幸福的人生。自古以来，所有的民族，无论东西南北、欧洲、美洲，逐所在。所有的民族文化所追求的，敢不是就是咧追求幸福的人生吗？是，基督教嘛是咧讲起，伫耶稣内面有一种幸福的人生。耶稣伫伊的讲道中间有一解，伊讲到8福，伊用的迄个福气，迄个字叫做 Makarios， 迄是一个希腊语。Makarios 甲圣诗篇中间，今咱所读的启应文的第一句讲：有福气的人啊，阿夏。一个是希伯来语，一个是希腊语，拢是咧讲起幸福。圣经其实咧讲的就是一个祝福，
丰盛的活命。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是咱人生另外一个新的开始。如果你感觉伫你的人生中间，你用尽真大的气力来追求幸福，但是你感觉还无够额的时，伫今年继续祈祷，你甲主祷讲，主啊，赏赐我一种丰盛的活命。所以要有丰盛的活命，需要甲耶稣有一个属灵的关系，因为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什么？用心，用真心。所以，兄弟姊妹，咱来做礼拜爱用心，用咱内底的精神，用咱的灵魂，用咱的所有的意志，咱的感情。咱甲这主耶稣讲，主耶稣，我一年毋是干那伫新春敬拜你，我伫一年每一日，我拢要敬拜你。主啊，你是我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你是真理、活命、甲道路。主啊，若离开你，我就无方向感；若离开你，我就无方向感。所以，兄弟姊妹，耶稣伫这个中间讲一句话，伊讲：恁若离开我，恁就袂当做什么。兄弟姊妹，把这句话放伫恁的思想内底。人无外高，无论你有外悬的学历，无论你有外大的社会地位，人比人气死人。所以，兄弟姊妹，人真正是无外高。耶稣讲：恁若离开我，恁就袂当做什么。我咱存做双手，咱甲主讲：主求你看我，主求你看我，主啊求你引带我伫一生中间，赏赐我你活命的水泉。耶稣所讲的这句话，搁落去，伊讲：人若要踮伫我的内面，因的生命就会遇到一种危机，叫做枯干，英语叫做 burn out。咱的生命甲耶稣若无一个关系，咱就亲像一个空空的这个护士讲，伊若离开迄个水道头，伊就无法度出水。所以，兄弟姊妹，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重新通过祈祷，改变咱的态度。咱甲耶稣讲：耶稣，我需要你。主耶稣，我需要你。我伫你的面前，将我的人生交予你。兄弟姊妹，这张图有足特别。伊咧讲起一丛树啊，伊对土灵起做迄个水，迄个水就伫伊的树基的树丛，将所有的水分传到逐所在。咱的上帝是一丛活命树，上帝供应咱所有属灵的活命。设使咱的树基若无结连伫这丛树，就像这张图，所有的水分甲咱拢无分。愿咱伫天父上帝面前，咱甲伊讲：主啊，求你赏赐我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兄弟姊妹，你爱这种的活命吗？咱甲主祷，甲牧师做伙，今仔礼拜就是咱同齐手牵手做伙祈祷的时间。咱同齐甲主祷讲：主，我将我的生命这丛树啊，我将我生命这丛树啊栽种伫你的圣殿内。我要担着你圣殿的福气，我要领受你属天的活水江河，主啊，到永永远远。主，你帮助我伫你的面前。所以踮伫耶稣内面，到底咱会得到什么种的结果？今仔日伫第二个，今仔日的经文的分享中间，我要甲咱讲起，伫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这中间耶稣讲到，若人踮伫我的内面，因就会得到6种的祝福。兄弟姊妹，恁若爱这6种的祝福，伫今仔日礼拜了后，恁将圣经用恁的荧光笔甲伊 mark 起来。恁将这个荧光笔内底伊所讲的6项，耶稣讲。既然人踮伫我的内面，我就踮伫伊的内面。耶稣的疼，耶稣的活命，耶稣的灵，耶稣的平安喜乐，耶稣所赏赐人的生命的开展，有6种，咱做伙来领受伫今仔日耶稣所讲的话。所以今仔日的礼拜第一个真要紧的态度，兄弟姊妹要离开礼拜堂之前，为你家己祈祷讲：主耶稣，互我甲你的关系是健康的。毋是你，毋是干那住伫礼拜堂的耶稣，你要甲我做伙，24小时时时刻刻，无论去到什么所在，主耶稣，我做什么，你拢甲我同在，你的手要扶持我。所以兄弟姊妹，要离开礼拜堂之前，为着你甲耶稣的关系，你甲耶稣讨讲，耶稣，今仔日的礼拜结束，我要回到我家己的工作的职场。
我的生活。主耶稣，求你甲我同行，好无？主耶稣，你甲我做伴，互我对甲我的处理嘛，甲我做伙。主耶稣，无论我何去何从，主耶稣，求你甲我三甲地地。这是今仔日第一个礼拜，所听的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耶稣有一个生生不息的关系。这是耶稣的邀请。牧师基本就是伫礼拜中来准备，将耶稣的应允，将耶稣的邀请，搁一摆讲互咱听，也唤起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祷讲：主伫这个世间有真侪无法度满足我的感情的这种的幸福。主耶稣求你将这种的幸福赏赐互我，互我伫你的听的中间，找到我生命中间上重要的代志。咱的人生中间有真侪重要的代志。若毋是耶稣讲互咱听，咱其实不容易明白，什么对咱的人生是好的代志。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听到耶稣讲，恁就踮伫我的内面。信仰毋是一个抽象的祝福，信仰是一种活活的经历。所以今仔伫圣经中间所讲的应允，毋是一种清安的好吉条哦。吉祥的话语那点毋是，圣经中间所讲的应许，拢是又真又活的应许。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甲咱讲：恁若离开我，恁就袂通做什么。所听的姊妹回到耶稣的面前，伫今仔日礼拜了后，咱甲主讲：主啊，一路求你甲我同行，我的人生道路顶悬，求你甲我做伴。互我无区间，互我无奔拗，奔拗就是讲我的生命甲我所有的快乐拢用了啊，一点仔力量都无。愿天父上帝，互咱有一种再生能源、再生生生不息的这个生命的快乐，伫咱的灵魂，伫咱的心神，互咱的灵命不再枯干。这是今仔日咱共同的祈祷。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生生不息的生命，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赏赐予在座所有遐的姊妹，所以伫圣经中间，约翰福音第4章，伊嘛有讲到耶稣所讲的生生不息的生命的另外一个故事。迄是伫一届耶稣伫旅行的中间，来到伫因犹太人传统的因祖先雅各所挖出来一个水井的边啊。耶稣伫迄个所在，甲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人讲话。耶稣甲伊讲：你若知影我是啥物人？你一定会甲我讨讲，求你赏赐我一个活水泉。耶稣伫这个所在讲，伊讲：凡喝我所赏赐的水，就不再口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你们里面，兄弟姊妹，把这个经文改做你们。古早的祝福，今仔日嘛伫咱的心上；伫别人的身躯顶悬嘛伫咱的心上。咱甲上帝讲，伊有诶，我嘛要有。咱甲耶稣讲，这个撒玛利亚人所得到这种的祝福，我嘛要爱有。所以，这个有应该安尼讲，耶稣所赏赐的活水，要伫我的内面成做泉源，直到永远。阿门。所以，兄弟姊妹，你若相信，你就伸手祈祷；你若相信，你就甲主祷讲，主啊，赏赐我活水江河。像今仔日咱两个长老代表咱的教会小会来带咱做敬拜赞美。第一条所吟的诗歌就是我相信。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互咱的信甲耶稣有一种丰盛的生命。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求你进入我的生命中。佮倒来到伫咱请安的第一句话，伫今仔日的礼拜，牧师邀请咱伫耶稣的面前，咱甲耶稣讲。主，我愿意，主耶稣，我愿意，让你常常住在我的里面。我嘛要将你的宝贝好好保守、珍惜。主耶稣，你的爱何等可贵！我要将你的听放伫我的心内，因为你的听要改变我所有的想法，你的听要改变我的感情，你的听要满足我所有的欲望。愿主耶稣伫今仔日的礼拜。伊踮伫咱的内顶。接下来牧师要甲咱读这6句圣经第13章到17章6种耶稣所讲的话，咱来领受这个解说。第一，
伊讲既然踮伫我的内面，也没有生命的活力，会通结出最最果子。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若要真侪有力量，咱袂感觉软弱、胆怯，咱袂感觉惊吓，咱袂感觉绝望，咱就需要有一种的活泼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原语叫做 the living life，the living life， 就是讲我的生命不是死去的，我是一个被唤起，是一个去互耶稣把我叫醒起来。我重新有一个新的活力甲噩梦。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耶稣讲：我来是为着要互人得到丰盛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你若渴慕这个丰盛的生命，你会当问耶稣，你甲耶稣祈祷讲：主耶稣，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主耶稣牧师有讲，你的圣灵会将你所讲过的话，再一次解释给我听。是，除了听讲道以外，人多数人捌圣经是通过圣神伫咱的内心，伫你灵修，伫你读圣经的时阵，圣神直接伫你的心内解说耶稣的话，互你听。原咱伫伊的面前，咱领受这句话。今仔日的圣经讲，我是葡萄树，恁是枝，踮伫我的内面，我就踮伫恁的内面。恁若离开我，恁就会当做心。电风、电脑、冷气、烧气，所有的电器用品，伊若无接到咱的电箱的电源，所有的电器无一个电器会当振动。因为咱所有科学家、工程师因所制造出来所有的电器，伊最重要的能源，迄个能力是对来，对电力公司所供应咱的电。所以兄弟姊妹，咱的属灵的画面对来，上帝是神，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要踮伫神的内底，愿咱伫伊的面前领受第一个活力。第二，耶稣所予咱的生命是什么？是平安。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有偌尼侪人无平安。其实真侪人，咱讲台湾人，即摆有100几万人定期咧食躁郁症、忧郁症的药啊。顶礼拜的报纸顶管才报迄个统计数字，伫台湾有100几万人咧食忧郁症的药啊。所以兄弟姊妹，人无平安是其实即种的紧张的时代必然的生活的一种的情形。所以兄弟姊妹，你敢需要心内平安？如果你若感觉你的心内不平安，你敢会当问一个问题：敢讲我爱一生食这种药啊嘛？如果那是医生甲你讲是，你免怀疑，因为医生是一个科学的帮助者。但是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医生甲科学家无法度做，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甲主耶稣讲，主啊，我将我这个躁郁，将我这个忧愁、忧郁，将我这个不安的心，我将伊摕出来。主耶稣，好不好？你甲我还手。主耶稣，你互我的心有平安。直到有一日，我的医生会当甲我讲，你唔免阁食药啊，因为你的状况已经改善很多。所以兄弟姊妹，耶稣讲，我所予你的平安，唔是这世间的平安。想看觅，人若做唔对代志，良心会不安。这个唔对的代志会对咱一世人。但是耶稣若讲，我赦免了你，我帮助你。人要受接纳，人要受陪伴。愿咱伫这个信仰中间，咱领受耶稣的平安。耶稣讲，我留落我的平安予你。我所享受的平安，唔是这世间的平安。哈利路亚！愿主将这个平安享受在座所有兄弟姊妹。无论你拄着什么种的状况，主耶稣若进入你的生命，我相信你要有平安。第三，我要甲咱讲的，耶稣留落伊的喜乐。伊讲，我要互你满足的喜乐啦，唔是干那短暂的喜乐。有一种快乐是可能1分钟、5分钟、3分钟，一刹那就结束啊。
有什么种的快乐是一世人的久？代表讲耶和华的恩典是一世人一生之久。耶和华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对少年到年老，对生到死，耶和华所给咱的是一种满足的喜乐。满足的喜乐写伫圣经真侪所在，写伫约翰福音15章11节。原来伫这个所在，耶稣讲：我甲你讲的这个道理，讲到今日已经结束。最重要，我对恁讲的这个道理，是要将我的喜乐放伫恁的心内。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见那个耶稣讲阿门的人，愿恁伫今仔日的礼拜，主耶稣将伊的平安甲喜乐放伫恁的人生每一日，放伫咱的人生每一日的中间。你甲耶稣讲，主，我需要这个喜乐满足的喜乐。愿主享受恁的家庭。第三、第四。耶稣伫讲：你敢恁常常踮伫我的内面，我就要求天父上帝享受恁圣心。耶稣若踮伫咱的内面，咱要因为敬畏耶和华，咱就要得到圣神的充满。耶稣讲：这个圣神要伫恁的心内对恁讲话，唤起恁的良心，互恁伫恁内面，恁对家己有自我的判断，对恁家己有一个自我的认识，伊要引带恁进入。伊用进入这两字，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真理的内面。伊记载伫约翰福音14章17节、16章第8节甲第13节。咱来看，耶稣讲，伊就是真理的神。天父上帝要享受恁圣神，圣神就是真理的神。伊若踮伫恁的人生的中间，恁要真做有智慧的人。真理的圣神若踮伫咱的内面，咱要真做有智慧的人。因为真理的圣神要引带恁明白，这是好本的翻译讲，明白一切的道理。人生有真多道理，明白这个字是一个双关语，伊会当翻作明白，嘛会当翻作进入。愿主耶稣的圣神今仔踮伫咱的内底。第六、第五，耶稣所讲，伊讲，恁若踮伫我的内面。恁就有我的话，咱若踮伫耶稣的内面，伊讲我的话也常常在你们的里面。我所讲过的话，就亲像刻伫迄个西奈山顶悬迄个两块石板，伫西奈山顶，上帝对摩西所讲10句话，后来上帝伊用伊的镜头甲写伫迄两块的石板的顶悬。第1条、第2条、第3条。第4条，最近有一个姊妹问我讲：“牧师，你敢会当加10节的经文来互我？因为我知影基督教有一个叫做10节10条戒，但是我毋知伊写伫啥物所在。你敢会当将伊放互我？咱有时读过，但是咱袂记得，咱毋知伊写伫啥物所在。耶稣讲：我的圣神就要将我的话搁一解讲互恁听，何等的奇妙！耶稣虽然离开，但是伊的圣神常常伫咱读圣经的中间。你看，约翰福音14章22节、26节，圣神要将一切的事来指示恁，互恁想起来。我甲恁讲所讲一切的话。所以，爱的姊妹，每一届你所领受的话，你无一定马上一生拢会记得。所以，圣神是一个帮助者。伊要将圣经的话、上帝的话、耶稣的话，不断来对咱讲。伊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要互恁明白一切的事，因为恁若常常踮伫我的内底，我的话就要踮伫恁的内底。兄弟姊妹，咱要因为上帝的话有智慧，你敢相信？咱要因为上帝的话来有智慧。因为大卫伫伊的诗篇中间讲，上帝话就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光就要引带咱行伫咱一生不偏左不偏右，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耶稣的听充满咱。我个人感觉，这项事是最重要的事。一个无耶稣的听，人生常常是
苦楚，但是若有耶稣的听，咱的人生要全然无共款。人咧讲起，人的心内底有啥，伊看世间就亲像啥。人的心内若有耶稣的听，伊对世间的万物，伊就充满热情甲感情。无论是约翰，无论是保罗，因拢讲起耶稣基督的爱激励了我。耶稣会听伫我的生命中间搅动，影响我所有的情绪甲感情。愿主耶稣这个听，甲咱兄弟姊妹三甲弟弟，伫恁的婚姻，伫恁的亲子关系，伫恁甲任何人的人际关系，爱就成全了律法。一个有基督的听的人，伊散发出来，常常是一个和善、良善、温柔。愿主耶稣伊甲咱三甲弟弟，因为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3章的第1节，耶稣讲：“我既然听恁，我就爱你们到底。”这句话一定要记起来。耶稣讲：“我既然听恁，我一定疼惜恁到永永远远。”约翰福音13章第1节的最后一句话：“我必爱你们到底。”咱甲主讲：“谢谢你，主耶稣，感谢你，你的爱。”甲我做伙，甲我一生的路尾。愿咱伫主的话中间，咱来领受伊。约翰福音13章第1节，牧师拄则甲咱讲过，耶稣既然听这世间所有属于伊的人，就听伊到底。15章第9节，我爱你们，因为天父爱我，所以你们也要常常在我的爱的里面。耶稣的爱能医治咱伫童年中间所拄到任何的创伤。人伫人生的道路顶端，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咱拢捌拄到人际关系的创伤。甚至伫教会内底，有当时嘛会因为咱彼此讲话无细致，去伤着别人，也是咱叫互人伤着。但是，若有听伫咱的教会中间，这种的伤害，它会如同窗户过去的一阵风，伊过去，但是无伤害咱。愿主耶稣基督的听，踮伫咱的内底。所以，兄弟姊妹，耶稣所讲这6项，你对心内若有感觉，对一项你真需要，你纯粹双手甲伊祷告。主啊，求你照你家己的应允，将你的祝福收赐予我。拄则这6项，耶稣讲，你若踮伫我的内面，你就我的平安喜乐。这6项中间对一项上重要，耶稣会听。第2项，耶稣的圣神就是圣神。愿天父上帝踮伫咱的内底，通过今仔日的礼拜，咱伫主的面前纯粹双手祷告。主啊，求你赏赐我丰盛的生命。我要将我的生命的将来交伫你的手中。我将你放伫我的心内，永永远远。主啊，求你将你永恒的生命。求你将丰盛的生命，将你永恒的爱，爱是永不止息，放伫我的心内。愿主将这个听放伫恁的家庭。最近真感动，去看一个大院的兄弟，伊毋是基督徒，但是伊的太太是基督徒。伊的太太常常甲伊分享咱教会，伊的太太常常将咱教会直播放互伊看。伫最近去带教务病房的时，伊伫教务病房顶悬，伊伫安尼讲：“耶稣，请你来，请你来。”伊看到异象，伊伫病床的中间，伊甲伊的太太讲：“你甲牧师拜托讲，请牧师替我祈祷。”伊伫病床的中间，虽然毋捌来到，真少来教会做礼拜，但是伊看到耶稣去找伊，伊看到牧师去为伊祈祷。伊甲伊的太太讨讲，你甲牧师问讲，啥物所在当买耶稣的像，通放伫咱的客厅的中间？兄弟姊妹，上重要毋是买耶稣的像，放伫恁的客厅，上重要是甲耶稣讨讲，所以耶稣求你进入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就不再有遗憾，我的生命就不再有缺陷，我的生命就不再有苦毒。我的生命就不再有空虚，
主耶稣，我要将你藏在我内心深处。主耶稣，我要将你放在我生命当中最高的宝座，你伫我的生命掌权。求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愿进入你的圣殿，愿伫这个所在同心礼拜，愿起这段，愿阮所献的礼拜，所发出的祈祷，所吟学落的诗歌，互你感纳，也愿你的圣神就运行伫阮的中间，互阮所领受今仔日圣经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拢如雷贯耳，互阮清清楚楚对心中欢喜来领受。最后说，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我靠你的圣尊名求，阿门。这时，请咱三个来吟圣诗，应答上帝听。圣诗161首 A 调。上帝所赐活命，为互我心勇行，互我会听你所爱听，也行你所爱行。请咱起立吟全首。上帝所赐活命，为互我心勇行。请坐，请咱准备来奉献。
亲爱的，这下面的平安礼，咱要分3个阶段。首先，我要甲咱介绍，特别是有愈外道的兄弟，嘛有咱在座真侪的咱新的家庭的成员吼。伫今仔日礼拜中间，咱的老德堂教应该会看到真侪新的面孔。咱伫一年中间，这个请安对咱来讲是一个足要紧的时刻。第二，咱才来进入祈祷，伫祈祷的中间，来用诗歌来做咱的祈祷，第三，咱才来唱耶稣听你，咱才来唱耶稣听你。咱的教会改成愈来愈国际化的款来个，感谢上帝，咱的教会足侪咱的新的家庭成员，也有日本的成员，也有这个澳洲的成员，嘛有美国的成员，感谢上帝。牧师就一对这边除了这个国外的成员以外，咱教会伫旧年中间嘛有几个新的加入的家庭，咱得教嘛会上伫今仔日甲因熟悉牧师就对头前才来开始来介绍陈牧师你要做伙来介绍咱的外侨咱对这边开始咱对冯娟执事甲妈妈今仔有来嘛？冯娟执事咱真欢喜耶稣听你。过来是陈华姐陈华姐，过来是依林依林甲伊的女儿，个后生千亿甲齐轩千亿甲齐轩，过来美秀的家庭美秀惠安甲。咱欢迎美秀伫今仔事情真济。过来今仔带咱敬拜迄个个师会做英宏长老英宏长老苏月老师嘞，苏月老师坐伫遐云欣云秀云秀，咱真欢喜上帝祝福请坐。佮有忠胜长老因全家因全家秀秀恩君秀秀恩君。来是小美家庭娱乐雨琪怡义娱乐怡义雨生这样老师听你过来例会甲你身边这个是你阿姨的孙阿姨的孙例会过来是任何甲伊的孙因阿娘在迄边阿娘伫迄边阿娘挥手于婷于婷甲伊太太俊燕甲2个囡仔过来是秋桂长老的家庭安禄陈慧慧文陈慧安禄慧文陈慧燕江兄因的家庭燕江兄因的家庭耶稣爱你们耶稣爱你好，过来咱来请文灿兄因全家6个5个6个。文灿兄的孙宣恩宣慈咱真欢迎当年拢一大早就从北部下来，跟咱做伙没有中断过没有中断过。小女生变做小姐。阿海阿海甲美惠因对20来咱欢迎因。过来是即个家庆因全家甲张老娘牧师妈牧师妈家庆全家咱就欢迎新年恭喜。过来是亚丽的全家亚丽志宪计划清楚阿舅的，我爸爸有，你嘛搁挥手，阿舅全家好。过来谢琼兄的家庭，张上这师娘谢琼兄甲即个因未来的即个陈陈甲未来的新妇新年快乐，欢迎恁来，请坐。
素姬姐哈，素姬姐是咱的结束哈，咱的结束。再来这个后边吗？对头前好了哈。对头。咱咧先来介绍议会甲伊的朋友哈，对 ，Amy 跟这个政委哈，欢迎你们来哈。Amy 是咱的教会的会友，伫咱遮洗礼，也是住伫 Kentucky Louisville 哈。伊的朋友政委是新加坡人，但是因即摆拢伫美国上班哈。今年来台湾过年，咱欢迎因哈。逐年来陪我的哥哥、大哥、大嫂因两个查某囝哈。谢谢因逐年拢过年的时阵，拢专工来陪我甲阮的家庭哈。演唱兄，恁全家吼个也好全家哦，演唱兄全家吼，全家伊的即个囝婿吼，足路。亚军的这个先生哈对，应该是澳洲吧哈，澳洲哈对。桂一婷，欢迎你回来过年桂秀姐，上帝祝福恁哈，上帝祝你们好，祝福恁全家。过来，我要甲恁介绍一个咱的新的会友哈，惠美姐哈，伊甲咱的馆长共名，所以伊的绰号叫做馆长哈。伊是对西礼来哈，对西礼来对旧年来了，拢一直几乎每个礼拜拢没有缺席哈。咱真欢喜上帝甲咱的教会引出一寡新的家庭的成员哈。过来是伟华哈，伟华咱欢迎伊哈。带伫咱台中哈，咱欢迎伟华，伊过来伫咱德等啦哈，住伫台中哈。秀如姐哈。正道。正道这里的，这里迄边哈，咱真欢迎因全家，上帝祝福恁。苏静因去倒？因先离开。因先登去。有代志，我偷偷看到因，嘿，苏静跟一个姓詹兄吼，因是住伫溪州，因嘛几乎逐礼拜拢对溪州来做礼拜吼，今仔应该过年是有剩较有咧无用，所以紧倒去安尼吼。中长了因全家吼，阿昌，搁有着迄个冲海丢了吼，冲海丢了因对即个南投吼来过来遮行村，咱真欢喜因大家做伫咱中间，是呢。启恩伫迄边吼。启恩伫迄边。小美。介绍过啊。咱要介绍过啊。再来一个，这是文娟姐妹，不是文娟姐妹，伊大概过年拢会来，倒来做礼拜。文娟姐妹。欢迎你，新年高兴。真欢喜你过年来回来相催哈。倒来要等过年，伊拢会来做礼拜。上帝祝福你哈，上帝祝福你。过来，咱对这边开始来介绍哈。是好不？平凡恁甲大家挥挥手站起来，因有两个孩子哈。对，平凡雅慧过来是。这个红姐因的家庭哈，红姐的家庭，咱叫红姐，因对田中来哈，因对田中来，因妇人的专家，妇人专家哈，好，来迄个苏龙姐的爸爸，甲孙大哥，因全家吼，佮文文哈，咱真欢迎因哈。这个苏龙姐爸爸拢过年拢有来甲咱做伙过年款吼，上帝祝福恁的家庭。丽芬姐吼，丽芬姐，丽芬姐是咱这届的会长伊真够伫伊职场顶悬，伊是一个美容师，但是拢会甲人传福音吼。上帝好的温数，就是伫服务的过程顶悬，会甲人真好的交陪吼。过来就是演专社吼，演专社全家吼，咱演专社全家的，好，真欢迎因对台中倒来甲咱做礼拜。过来吼，我来介绍一个对阿拉斯加倒来的配方姐甲伊的先生 Cliff 吼，因对阿拉斯加美国倒来台湾吼，
咱嘛真欢喜，所以咱教会有足侪特殊的成员，新的成员哈。过来是头前的这佑轩加马里子哈，佑轩加马里子哈，因两个人是音乐家哈，留奥地利的。因两个人在留学过程顶悬熟识，太太是日本人吼，咱真欢迎，因几年前来加入咱的教会大家庭，来阿芬，阿陈吼，刘一成在这边吼，个刘一鸣吼，过来因灰色啊，因甲阿强，吼，因全可有是对，迄个香港倒来吼，回来过年吼，咱真欢喜兄弟。阿基吼，好，请坐。敢有蔡明龙。安路也是爱你们哈，也是。敢有哥来边遐，敢有人介绍无着？佩蓉姐啦，苏慧甲伊孙啊吼，佩蓉，恁起来互大家。佩蓉因为年底要结婚哈，边仔一个是未来的囝婿哈，那个女儿那个不是他的啦哈，那个是他哥哥的表哥表哥不是堂哥亲哥哥的。OK 好，敢有介绍无对，无事甲恁介绍无对的。过来是咱一个足要紧的时间是祈祷吼。牧师要邀请咱唱一条歌，伫这条歌的了后，咱来做祈祷吼。咱来帮，咱用这条诗歌做咱的信仰告别，咱用这条诗歌做咱的信仰告别。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伊写记，将永远活命来相思。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爸，伊是在听我，伊用慈悲款待我。我相信，相信是我的安慰者，伊是靠温柔的同在来感谢。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伊旨意相随，我要一生跟对伊。我相信，心可以有福气，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偏离。我相信。上帝应允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主，我相信，永远到永远你是我的神，愿你的圣殿。我相信，相信是我的安慰者，伊是靠温柔的同在来牵涉。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伊旨意相随，我要一生跟对伊。我相信，心可以有福气，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偏离。
相信上帝应允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是阿爸爸，伊看我做宝贝，我相信，我相信，上疼我的就是阿爸爸，伊听我做宝贝。下边咱要来祈祷，我要送咱一条新的歌，无插入音乐档吗？做这条歌会当家己背起来，较多写是做咱的祈祷的歌。这条歌词只有一句话尔。我心仰望上帝，你是我的帮助。我心仰望上帝，你是我的盾牌。我心仰望上帝。是我的帮助，我心中好上帝，你是我的盾牌，心仰望上帝，你是我的帮助。亲爱的姊妹，将咱新的一年，咱伫音乐的中间，伫祈祷的中间，将新的一年交予咱的主耶稣，求伊甲咱破碎，互咱无搁再用家己做中心，将你的生命交予主耶稣。啊，这你若愿意，你伸出你的双手。轻轻放在你的大腿，你甲主讲，主我将我新的一年，将我的生命交托予你。主我将新的一年每一日，拢交托你。主我将新的一年交托伫你的手中。主恳求你帮助我，当我仰望你的时，求你做我的帮助。主我心仰望你，求你做我兄弟姊妹
会敬拜。主，当我将我一生交予你的时，求你高举我，主将我的生命捧起伫你的手中，求你甲阮下手来祝福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主将阮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主你下手伫阮的心上，主拍破阮，互阮幸福伫你的面前。主设立阮真侪人的祝福，主将阮的生命分予需要你福音的人。主，当阮仰望你的心，主，阮仰望你。今仔日的礼拜，咱听到圣经内底6种的应允，主你的活命，主你的平安，主你的喜乐，主你的信心，主你的所想说的话，主伫你的面前，愿恳求你。将这6种的祝福放伫阮兄弟姊妹的家庭，主感谢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阮对你来领受。主当阮伸出双手，阮表明阮是一个基督徒，阮提开双手。这个十字架提醒阮，阮是你的囝儿。主，当你的囝儿提开因的双手的时，求你的圣神进入阮的内面。主，当阮提开阮的双手来欢迎你。主，求你的圣神即时运行伫阮的中间，求你的圣神也伫云端，伫礼拜堂内底，甲每一个敬拜你的囝儿甲查某囝三角地带。恳求你的圣神，将你的疼灌压伫阮的心内。主耶稣，阮感谢你。主耶稣，恳求你的圣神，将你的疼放伫阮的中间。亲爱的姊妹，咱通甲主祷讲，主伫新春礼拜时，求你填满我生命的杯，互我担着稳定的滋味。主祝福每一个你家己的囝儿、查某囝，互因福杯满溢，福杯满溢。主伫今仔日的礼拜，当阮向你伸出双手的时，充满阮。手交叉，咱自我拥抱，咱
咱甲主祷告，主求你保守我，主求你保守我，保守我的心思意念。主，当我将你的十字架放伫我的胸前，恳求你用你的手甲我揽条条，照顾我的情绪，照顾我的欲望，照顾我的心思意念。主，求你拥抱着我。主，求你甲我揽条条，主，求你保守外面的搅扰无进入我的心内，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思意念，无这世间黑暗的关系来伤害我。主，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拥抱我。主，阮存出阮的双手，阮毋知阮伫今年会拄到什么。主，当阮存出双手，阮毋知伫今年阮会拄到什么。阮会记得你的圣心捌感动保罗讲，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有备的。求你将信望爱、信心、盼望、甲慈爱，放入阮的心内。主啊，阮感谢你。主，当阮仰望你，求你做阮的帮衬；主，当阮听候你，求你做阮的顶牌。求你帮助阮，做阮的顶牌，做阮的帮衬。亲爱的姊妹，你会通甲牧师做伙，伫你的额头顶悬画一个十字架，你会当伫你家己的额头顶悬画一个十字架。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甲恁三甲地顶。咱做伙来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前，向你伸出阮的双手，求你用十字架甲阮吸引，用你的宝血甲阮洗清。你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你的血所设立的。今仔阮啉的时，就用安尼来纪念你。是主耶稣，伫今仔这个礼拜中间，阮捧起你所赏赐阮这个新的生命的杯，阮嘛用祈祷领受你所予阮十字架的记号。这是一个得胜的记号，嘛是一个恩典的记号。主，今仔你的囝儿查某囝伫因的生命中间带着你的记号，无论去到什么所在，你的平安甲因三甲地顶。主，你用你的权能的圣手保护因，
无永远黑暗的关系伤害你家己的囝儿，愿你的权能进入阮的生命中，互阮得胜，通荣耀你的名。主，愿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所以呢，这咱甲咱身边的人讲，耶稣听你，吼，咱甲咱讲，耶稣听你。咱来吟耶稣听你这条诗歌，做咱的祈祷。耶稣听你，愿主耶稣的听，是咱一生最大的福分。让这条诗歌来互相祝福，嘛祝福伫云端顶管，甲咱做伙做礼拜兄弟姊妹。耶稣听你。耶稣听你，伫咱的一生中，伫你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救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耶稣听你，为救你，耶稣永远听你。阿门。愿主耶稣会听丰富咱的家庭生活，也丰富咱的灵命，也伫咱的生命到永永远远。咱今日礼拜了后有爱餐。欢迎每一个兄弟姊妹来，时间会拄好，恁就留落来做伙食爱餐，吼。恁有特别的代志伫礼拜了后，你需要牧师陪你祈祷，恁毋免客气，牧师会伫礼拜中、礼拜当天内底，恁通来找牧师，牧师会当特别陪你祈祷。愿主会听，甲伊的圣神，甲恁三甲地底，对年头到年底，欢迎恁倒来，欢迎恁倒来。好，咱来请师会来做报告。这是我来报告。咱明仔载游园有主日礼拜敬拜，时间是早起是9点半。师会是请张世昌执事，领诗是我本人，司琴请刘一鸣兄弟，司献。林安鲁、陈美秀两位执事，爱餐也请陈美秀执事。具体交通这礼拜就是总是围炉，咱过农历年，祝大家新春如意。伫新的一年，主的恩典甲你三甲伫地。一年一度新春礼拜，咱做伙伫遮为着新年来祈祷。咱头大牧师甲咱报告新春。咱礼拜了后有爱餐，欢迎兄弟留落来用餐。接续咱做伙来吟上迎圣诗511首，阿罗上帝至权至尊，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刷请曾牧师祝祷。阿罗上帝至权至尊，作我的主万福原本，天顶青彩，地的万民，永远落落披行圣心。阿门。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阿门。阿
请坐，灭得避讳。